继续来到云林虎尾，在地有一间工厂，厂区是种100外丛的落羽松、落羽杉，这是水解袂输是100位同款，而且是24小时开放，会当自由出入就去看美景。落羽松树林等有4大摆，真清济。这绿色树叶有一半拢已经长红啊，下面还有水池都亲像一面镜，照出落羽松美丽树影。叶中还有一条翠石头的小路，边啊还有凉椅、甲凉亭，看过面前的景象，亲像一幅风景画。环境很美啊！参观的民众拢感觉真水，一直翕无停。这个毕竟就伫云林虎尾窟头里，而且还阁是伫工厂内。因为看那个大门口，想说这个会不会是人家私人土地？对 ，OK。然后可是我们因为有看到就是请入内参观，所以我们就大胆走进来。工厂内面的落羽松真正是闭景中的闭景，24小时开放，民众会使自由出入。回归的地方啦，互咱庄内吼一个好的景点，一个好的活动所在。头家讲，地是家己的，一开始种落羽松是想要天地造林，申请补助，但是无通过。后来社区用做计划，规去开放予大家参观，想袂到真受欢迎，带动地方的观光人气。